有豆腐啊，佢主要嘅菜有豆腐、蝦尾鬼豆菜心眉豆、大葱、紅菜脯、花生咯。加加埋埋有10幾樣咯。湯入邊有花生九層塔薯仔菜茶葉一時有薄荷葉咪用薄荷葉咯，冇話大多數用九層塔咯。而家又一時有嗰啲苦辣參，又放啲苦辣參落去咯。以前嗰啲就睇嚟累啦，而家做生意多工睇嚟打咯，用豆腐入邊有豬肉魚肉放啲配料落去呢個係鹽水豆腐嚟㗎。營業時間大概係過喺11點半咯，到2、3點到啦。休息係1個月2日啦，通常會係星期4、星期5跟茶室咯。